經書講在1哥林多15第2節，透過呢個福音而得救嘅講。阿三，你愛揸滿真正一條心，相信愛傳出本日嘅福音，在耶穌基督裡面，是個得到燃亮對一切惡嘅方面。每人相信佢、信任佢，耶穌係個救主，耶穌係個上帝，是個嘅嘴本耶穌擔hết，是個嘅嘴本佢下面hết，是個得救。除非你浪費相信，是個得唔到。意思係講咩？是個唔相信，就得唔到。係講你揸滿，你相信，一天你得到呢一個恩典，一天你得救，因為到耶穌做了本這個全行人得救，透過一個死，透過一個復活，在十字架的一個寶血，清償這個嘅罪惡，一個生命嚟死本這個。但係呢，因為佢寫這個，佢叫這個，耶穌係按道福音要上帝嘅大能，本每一人相信佢啥得救，每人相信得救，透過呢個福音。嗱，兄弟姊妹，打開心，相信信任耶穌基督係一上帝，係一個救主，你係當場你先得救。但係呢，因為經書寫出咁樣，嗱，上帝祝福大家，見到我禱告，可能兄弟姊妹要得到身體唔健康，要細弱身體，要持到心肝頭窒窒，又睇那頭顯腦胖，又係要乜嘅家庭唔順利，生活工作唔順利，我禱告，隆重主耶穌你照顧隆重佢嘅生活，佢嘅睇那要寬寬嘅，要有骨痛嘅啊，或者要心肝頭窒窒嘅啊，要腳酸軟嘅啊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你嚟給佢醫治，你奇妙手中嚟醫治佢，是為了一個身體得福，身體得到強壯，一個頭腦生活得到順利，家庭得到順利，和諧平安，永永遠遠。阿門。